来，恁领诗的青年来头。咱来做同心的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的青年伫今仔日要带领敬拜赞美，阮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因的内心，互因有喜乐的灵，对因心中唱出喜乐的诗歌。阮恳求主你的圣神，互因伫带领这个过程，会当感受到上帝你的阳光充满伫因的生命中，互因哪释放因的生命，哪有规律。主啊，嘛将所有圣乐队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求主你感纳因对心中所吟祈祷的诗歌，也互因所唱的诗歌，会当亲像日出的光，照伫人的内心，温暖人的心。也互人看到上帝你家己的荣耀。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甲侍奉的同工安鲁甲我同在，互阮伫你的这段情，阮所宣读的圣经所发出的祈祷，所讲出上帝你圣神感动的话，愿人会通得到帮助甲祝福。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主，既然劳苦背重担来就近你的人，互因伫你的圣殿通得到开力。主，若拄着艰难困苦，伫你的面前流目屎祈祷，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主，说使阮中间若有人患病，恳求圣神医治的权能，甲因三甲地地，互阮所有患病兄弟姊妹灵魂体拢得到健康。阮伫你的面前，将敬拜的门拍开，求主你引带万民来敬拜你。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做伙伫遮，自己敬拜上帝。咱即摆来唱《天父恩典真正大》。小你黑文，你别我曾。
稳定真正大。天边稳定真正大，日日的运转，无论何日也必至，伊拢会做伴。咱着相信伊的阮，日日也活出，好在海间咱变正欢喜，烦恼变风起。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
是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神喜欢听我的听者，他认识我的声音。我们要安静仔细听神的声音，跟我们一起唱，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来静静听，我的无遮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无遮。我一生主听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的牛铃听伊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无遮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到主的声。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的幽灵听伊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通听主的声，静静听。静静听，我的无遮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讲主的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声，伊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伊的幽灵听伊的声。咱做伙压头来祈祷，这生的天父，咱感谢你，因为有你的听，互咱每一个人都会当伫遮敬拜阿罗你。嘛，因为你的听，互咱你上加你，你的话，互咱稳定加天。伫这人生的道路中，无惊吓，无摇错，行着对的路，沿头前的标杆直跑，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咱搁一摆唱，静静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
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保证生命的主宰，伊会留你的声。请敬拜，先批判心来敬拜。这时，请咱准备心来敬拜。耶和华，令恩惠款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纪念我，用你的救恩临到我，互我看见你敬的百姓的福气，欢喜你的国的快乐，甲你的产业三角荣光。世间情人拢着点情，虔诚徛伫伊面前，无伫看愈世间俗事，他项阮得伊想思。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献。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67首，我心学了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我心学了上帝，主怜养我的病，体谅万民三甲面相，学了伊大尊名，笑无残忍水泉，强冲大海关山，天命伊大权能荣光，仁爱公义照正。我心无了上帝，世间
这是咱三个用使用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雷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原命。阿免。下这请坐。这时，咱三个来启应。启文28篇，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我要去打扰、闪避你的神。我若就天，你伫遐；我若天开清早的时，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遮砍我。就黑暗也袂会夜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这是咱过来吟圣诗，圣诗33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请一个吟全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我的大水有欢乐，我愿照主所爱。上帝
只是请三个额头来祈祷。享受稳定甲平安的天父，阮深深感谢你。阮的囡仔，这个学期已经结束，感谢你，互囡仔伫学校健康平安，嘛学习到真侪知识。因开始放寒假，嘛求你帮助阮的囡仔培养好的习惯，毋管伫厝里，也是伫教会，互因学习放下手中的闪失，甲同伴交流，甲亲朋好友交流，感受你手术美好真实的世界。阮嘛求你保守看顾阮有病痛苦楚的亲人，互因心平安，身体勇健，嘛受到好的医治，会使较紧康复。今仔日是月圆好月，感谢主，佮带领阮经过新的一年。阮除了感谢你一年来享受满满的稳定，嘛需要来回顾阮旧的一年整个教师的发展。阮有需要献上感谢的所在，有需要检讨进步的所在。佮较重要的是，新的一年，阮犹原需要上帝，你成做阮灵命、团契、集体交通以及生活的帮赞。你大大祝福德堂教会，嘛的确要继续兴起德堂教会。阮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名求，阿免。上帝的幽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的幽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幽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赞美，咱请献歌队。我
即时，咱三甲来共修上帝的话。咱先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73篇28节。诗篇73篇28节。总是我就近上帝是做我的利益，我用主耶和华做我闪避的所在，通互我讲起你一切的所做。咱再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人书3章第7节到第8节。腓立比人书3章第7节。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数，是爱得着基督。以上，正道题目是“人捌有价值的代志”，请曾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平安！真仰望上帝的平安，甲身躯的健康，享受伫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最近咱的教会有人破病。嘛有人伫家庭的经济顶悬有拄着欠安甲快乐，嘛有人伫心内有操烦，但是愿享受平安的上帝，伫即个年头，将伊的平安的鞋穿伫咱的脚上，互咱伫今年咱所行的道路顶悬日日有平安。伫迄个敬拜，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做伙组织伫你的圣殿内底来做礼拜。今仔日阮真欢喜来欢迎阮中间的长辈，就是杨玉丽姊妹，就是庄英泽校长的夫人。伊今仔日陪伴伊的丈夫的灵到伫阮的中间，阮同齐伫即个所在来做礼拜。主，感谢你的救恩入伫因的厝。也求天父上帝安慰校长夫人，互伊伫伊一生中间，甲伊的丈夫做伙生活的点点滴滴，会通永远放伫伊内心，诚做怀念。也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伫庄英泽校长因的家庭，因为这个家庭虽然有失落，但是有所得到，因为伫生命健康关口的时刻。这个家庭有做一个真重要的选择，就是将因的亲人交伫上帝的手。这是一个真有智慧也真受祝福的选择。愿天父上帝加添这个选择，阁有上帝你的圣神来祝福因，特别是伫伊的查某囝游子老师。我要恳求天父上帝施恩伫因的家庭顶悬。也伫地关兄的厝内底，互伊的查某囝将来出国留学，头前所要行的道路，拢有上帝你施恩赐福。愿伫你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伫今仔日礼拜中对阮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因为今仔日是咱一年一摆的会员好会，这甲股东大会无共款。一般5面的股东大会是咧甲咱报告讲，伫旧年。这个公司大概有啥物种的营业额，有偌济的收入甲得到。会员好会最重要，毋是咧讲遮的。会员好会甲会员大会甲股东大会有类似的所在，就是检讨过去的一年，但是来说明过来新的一年。所以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邀请兄弟姊妹，无论恁的会籍有伫即个教会，无伫即个教会，牧师对心中真感谢恁选择。这个家庭做恁的家庭，咱的教会有真侪特别的特色。虽然是伫竹塘这个庄脚的所在，但是咱的教会虽然毋是真大间，但是有真侪陪伴咱的兄弟姊妹。
咱的教会大概有3个族群，第一个族群就是伫德堂人，伫这个所在，可能是对细汉到大汉，因的祖先有信耶稣，所以因就伫德堂教会来出入。阁有另外一部分伫咱中间，包括志节、双秀文节、立梅节、贵秀节，阁有共享长老娘，阁有任何社。恁是伫外环，毋是代表讲恁是伫教会内底，毋是重要的地位，毋是。因为恁所徛起的厝，离德堂教会有一淡薄的距离，包括玛丽、真燕、洪杰、甲迄个妇人，恁住伫即个外环的中间，但是恁肯无晓着即个路途的遥远，恁肯来遮做伴。感谢上帝，互咱伫人生中间做兄弟、做姊妹、做亲人，伫即个教会顶悬有份伫即间教会大小事。无使用即个题目要唤起咱诚侪一个有智慧的教会的一份子。圣经咧讲起一个有聪明智慧的人，伊若要起厝，恁会记迄个譬如无？伊讲聪明的人甲厝起伫啥物所在？坚固石磐顶悬。愚公的人甲伊的厝起伫迄个松松的山头的顶悬。然后地动大风大影来的时阵，就看出来聪明的人所起坚固的地基，起头咧起厝较困难、较辛苦。但是大风大影来的时阵，一生的工程就是坚固。偷食步的人、偷工减料的人。无爱真辛苦的人，人生所种做、所起做的，大风大影若来太过，就亲像做风台，人就袂通留什么。今仔日个礼拜，牧师要甲咱分享耶稣讲一个最要紧的一个功课。伊讲马大，你都要有智慧，因为你的妹妹已经选到伫伊生命中间上好的福分。这我若无甲恁讲即种的选择，我都毋是恁的牧师。游子老师，咱熟识已经35年，我若无甲你讲耶稣要互咱上好的祝福，安尼我都毋是你的好朋友。那为着保持互相的尊重，好朋友毋是干那安尼，好朋友就是讲真实的话、祝福的话、好的话。耶稣伫伊的教示中间留了足侪宝贝，有智慧的话。其中有一项上重要，伊讲起，人伫人生中间来选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少，袂当欠，袂当欠的，一个真要紧的选择。这嘛是今仔日我对伫心中的感动，要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你将来恁的囡仔有眼光有智慧，因为人生中间所选择的是有价值的事。兄弟姊妹，什么人有能力，什么人有智慧，会通把握。我伫少年的时阵所选择的道路，我选择的代志，是我一生的福气。有一条路，互我一直到我一生的路尾，我永远会通正直向前行。亲爱的姊妹，愿今仔这个礼拜，上帝的圣神对你讲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中间，将迄个智慧，亲像光，就放伫咱的内心。忽然互咱就发现讲，哎呀！以前我感觉重要的，其实是次要的。以前我感觉次要的，原来伫我的生命中间是主要的。真侪人伫人生中间所计较、所选择的，常常拢是安那次要的，食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但是人生中间有比这个更加重要，兄弟姊妹。啥物人会通甲咱讲，互咱听，互咱伫人生中间知影去选择，但人生中间上有价值的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教会内底出入，上帝开咱的口气，互咱内心有智慧的灵，有聪明的灵，互咱得到上帝的帮助。昨个早经是即个1年半。一个主题的结束，昨下早顶最后一节课，迄个课的课目的名叫做《耶稣最后一节课》，
耶稣最后一节课，伊讲什么？不敬礼解散，干嘛呢？耶稣伫最后一节课讲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伫今年，咱的青少年的冬令营，牧师要带咱的囡仔，做伙来读耶稣伊伫最后所讲足宝贝的话。伊讲：我若离开这个世间，我到天堂，就是要甲恁陪伴，生命永远徛起的所在。我若无离开世间，上帝的圣神就无来恁的中间。上帝的圣神是真理的神，真理的神若来，就带恁进入真理的学校。真理的圣神若来，就带恁明白将来的事。圣神若来，就要将我讲过的话，恁听无的话，恁过去听但是无了解的话，圣神就要将我所讲过的话，搁再讲一摆互恁听。所以亲爱的姊妹，做一摆礼拜，无代表咱人生就明白上帝的祝福。咱要不断伫上帝的圣神的内底安静、静静听。虽然咱中间有人有上这个查经的课程，有的人因为时间上都还未拄好，恁无参加。但是牧师盼望，恁若愿意参加的人，其实24小时，你拢会当点阅咱的录音、查经的记录。愿主耶稣所讲智慧的话，会当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纯粹双手甲主讲：主，求你将这个上好的祝福，就是天灵来福分，赏赐互我。牧师捌甲恁解说过，这个字叫做 Makarios， 恁会记吗？这个上好的福分，伫圣经内底所记载，一个上水就是8福。伊讲心内颂扬的人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耶稣咧讲有福气的人，这个字叫做 Makarios， 这个字是希腊文，以最重要的意思是咧形容人世间没有的祝福，伫这个世间无的福气。伊咧讲起独只有天顶才有的一种的福气。这2-3礼拜心内有真沉重。因为我感受到校长夫人对英哲校长离开的不甘，我嘛感受到游子老师失去爸爸迄种心内真大的不舍。但是愿天父上帝安慰，因为伫最后恁甲校长毋是办一个完美的告别礼拜，伫最后上重要其实就是恁伫伊病痛的时。恁通过祈祷，你甲上帝讲：上帝，我将我的亲人交伫你的手中。愿恁知影，当恁迄个时阵安尼想的时，上帝已经接纳恁，将因泽校长的灵魂带到天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大人囡仔、少年老人。看病健康，咱拢得到。愿咱纯粹双手甲主讲：主，互我的家庭，若毋是上好的，我无爱。食会了、穿会了、用会了，穿会破、穿会漏、穿会歹。主啊，这些物件毋是我一生中间上重要。什么是我对少年到一生，我会通一个未知生、未知死？欢喜为伊来活嘛，欢喜为伊来死，迄个有价值的人生的一条路。主帮助咱，因为多数的人所选择的拢是次要，牧师无意思看见咱中间选择较哲学性、选择较迄种迄个精神性的物件，人较优秀、较高贵，毋是。但咱的人生中间，毋是用安尼来真简单的二元来区分。在咱人生中间，的确实有重要甲次要。兄弟姊妹，你敢已经选择在你人生中间不可少、主要的？兄弟姊妹，当咱今日做礼拜了后，可能你无马上有答案，但是你若对你的人生有期待、有祈祷，上帝要继续甲你讲话。但是我要甲咱分享一个我的个人20岁的时阵，上帝甲我见面的事。
我的经历。伫我20岁时阵，伫迄个感动当下，我并毋知我将来要做甚物职业，我要去什么所在。但是对20岁到25岁迄段时间，上帝将迄个感动放伫我的心内，互我开始去想，我的人生将来到底做甚物较好。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有一种的感动甲经历。你若愿意，你若为着你的将来人生，有做这种严肃的思考甲祈祷，上帝的圣神就要甲你讲，因为耶稣伫最后一节课，伊讲起：我若离开，我要替恁祈祷，求天顶的上帝将伊的圣神赏赐互恁。这个圣神要甲恁讲起恁将来的事，有重要无？耶稣讲：恁来到我的面前，但是恁拢从来毋捌祈祷。恁通讨，因为恁若祈祷，天顶的上帝就要安尼照安尼来甲恁成就。或者相信祈祷，常常祈祷，伫上帝的面前，将咱的人生交伫天父上帝的手中。我是高雄囡仔，我细汉上爱的一个青年甲朋友交陪活动，就是阮骑奥多摆，就去西仔湾、狮子湾，然后对狮子湾的迄个山坪，就爬去迄个柴山的顶悬，然后伫遐看夜景，伫遐讲天讲地，少年人就是假笑，就是安尼装疯卖傻，毋是歹哦，就是讲交陪的时阵有真侪安尼讲起彼此的一寡情绪的话，甲将来的话。我袂记得我到底是真正是20岁还是21岁，袂记。大概就是迄个年龄。当我对学校伫拜六周末就去，就甲我的朋友骑倒摆去狮子湾，照着阮普通时的例行的迄种的行程。忽然因为歹势，甲恁讲啉一点米露所以啉了我就想要去便所。后来我去找，我就挖头去找一个暗暗的所在。伫遐，忽然发现讲，我的脚趾片后壁是高雄市上繁华的夜景。对柴山的顶端看过去，拄就是高雄，叫做大港迄个盐埕区盐埕埔迄个所在，就是台湾高雄第一个发展的港口高山的所在。我看到夜景足水，我忽然有一个感动。我知影是上帝咧对我讲话，迄个感动甲我讲，将来你一生中间，你会当伫这条五福四路，你会当买几间厝。忽然有这种的思考啦，我将来敢才会当伫这个所在买一两栋透天的厝。然后我一个感动做出来，伊甲我讲，敢有可能几条路？我讲上帝若安尼上好。后来，搁来第三个声音，第三个感觉讲，你敢有可能拥有整个你即摆看到的高雄夜景整个高雄市？我开始有疑问，检测我有可能会当做高雄市长，但是要真做拥有整个高雄遮尔大的版图，毋是真简单的代志。忽然我想到一项。上帝讲：“我是天地的主，你连这片小小的土地，你就开始无把握。你敢知影天有多高，地有多广？”兄弟姊妹，我甲你讲，这个少年囡仔的空想梦想，其实这是一个真神圣的经验。上帝无出现伫我的目睭前，我嘛无看到伊的形象，但常常上帝的圣神。是用这种方式来甲人讲话。伫迄个当下，我无答案，但是亲像耶稣讲，我若离开，我就找见圣神，将我捌对你讲过的话讲互你听。兄弟姊妹，咱做上帝的囝子，咱常常伫内心有良心的声会甲咱讲话，伊会甲咱讲向左、向右。向前，兄弟姊妹，这就是人人生中间的经历。
有时咱心中咧想一寡代志，无马上有答案。但是咱心中若有上帝，迄个上帝会继续甲咱讲话。这就是昨暗早经所读到应该读到一句话。伊讲，耶稣讲，天父上帝要因为我的缘故，差遣圣神做恁的保惠师。这个圣神要将一切的事，要将将来的事，甲恁讲，互恁想起我过去所讲的话。所听的姊妹，牧师的讲道最重要，毋是咧讲家己的话。牧师的讲道最重要，就是将上帝过去讲的话，伫适当的时机解说互咱听。所听的姊妹，愿上帝常常对恁讲话。在这教会宝贝的孩子，我虽然没看过圣经里面的耶和华。但是，伊伫我一生中间对少年到今仔日，伊常常用伫西雅湾、伫柴山顶悬迄种出现的迄种的方式，甲我讲话。牧师为恁祷告，愿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将生命的奥秘讲互恁听，互恁因为甲伊讲话，恁的人生明白。耶稣讲。伊要将将来的事甲恁讲，或者你有期待，伫上帝的嘴的内底听到恁将来的事吗？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真侪有智慧的人，伫咱的人生中间听到智慧的声，求天父上帝保守咱今仔日的礼拜。然后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安尼祈祷讲。主啊，我要怎样来确信？我要怎样知影？伫我生命中间，什么代志是对的、有价值的事？所以，兄弟姊妹，毋免问牧师，伫恁的心内用敬虔的心，上帝要甲恁讲话，因为这个上帝是对所有的人讲话的上帝。愿咱伫今咱的人生的中间，咱每一个人。将咱的一生做一个祈祷。人的一生袂通用钱来衡量，但是何大何毋知何什么，一个生化科学家伊何大什么会？何大一吼，伊讲人的生命是用钱来衡量的，价钱跟价值是不一样的。偏偏多数的人拢用价钱。来看人，恁去买衫，恁第一个看到是看啥？商标顶悬的价钱，伤贵的卖买，毋是啦，买愈贵愈买。大家人个起毛起甲方法无共款，穿着较贵的衫，敢就较人就较有体面吗？兄弟姊妹，咱的生命若有上帝的水。咱的生命若有上帝的荣耀，咱的生命必无共款。求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的礼拜，求上帝的圣神帮助咱加做一个听得懂上帝的话的孩子。阿们嘛。主啊，求你，互我大概若读圣经，互我若大概若听讲道，我拢听有。我要真做一个听有上帝的话的基督徒。因为听有的人有福气，因为伊知影伫人生中间，什么是真正有价值，毋是甲年老才明白，是对少年的时阵，虽然伊无明白，因看到繁华的都市，兄弟姊妹，迄个故事有亲像耶稣伫3摆试探所拄到情景嘛？我何德何能？是因为上帝听。上帝嘛会甲咱讲话，检查你若斟酌去想，伫你过去嘛有可能甲牧师同款的经历，但是无一定你伫迄个时阵有注意到，上帝开始对你的人生有计划、有安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但因为耶稣所讲过的话，咱的生命得到智慧；但因为耶稣所讲过的话，咱的生命来得到智慧。今仔日咱师会带咱读的圣经新约的部分，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第8节，
一个因为耶稣的话，伊的生命全然改变。伫基督教内底，真做上重要有智慧的哲学家的老师，伊的名叫保罗。保罗的教示，保罗的讲道，大大赢过彼得甲其他的使徒。伊留落真侪张批，伫迄个批中间，伊讲起耶稣互伊的智慧。伊讲以前我少年的时阵，感觉有利益，对我的生命是有利益的。但是后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的原因，我才发现，我少年的时阵所追求的，原来毋是人生中间上重要的。原来上重要是什么？就是认捌耶稣。所听的姊妹，教会不是卖瓜说瓜甜，教会嘛毋是亲像网络，五六天，伫迄个第四台顶管咧卖药啊。直播主，今仔日台湾人真侪人相信直播主所讲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咱，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智慧互咱找到，伫咱人生中间上重要的部分。都来讲咱的教会伫今仔日会员和会中间，咱要做一个检讨。到底伫德堂教会2023年发生什么代志？伫2023年365日的中间，有什么种的活动对咱的教会中间是上重要的活动？有价值的活动是重要、有造就性的活动。恳求圣神鼓励亲爱的长执，互咱做伙同心来建立一间有价值的教会。我将我一生的青春甲恁做伙。但是人生总有没有那个不散的宴席。亲像耶稣最后一节课，耶稣嘛会离开。兄弟姊妹，特别是长者，咱要怎样真做一个同心合意？对顶礼拜牧师甲恁鼓励，我毋知恁顶礼拜有来做礼拜无？题目叫做同父异母，恁会记无？伫教会中间的犹阿爹顺道基有无同款的意见，但是保罗讲，免惊咱意见无同款，但是毋通失去彼此的尊重。毋免烦恼意见无同款，因为伫多元的时代，人拢有无同款的主张甲想法。但是倒来到圣经中间来问讲，什么种的主张？是有价值，是好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追求一项真有价值的活命。这个故事我捌甲恁讲过，我要阁讲一解，因为这个故事太水了。这个人叫做威廉·波顿，伊的家世非常惊死人的好囝，曾经像洛克菲勒。伊高中毕业的时候，伊的老爸给伊一张环游世界的旅行支票。伊的老爸佫甲伊安排伊的家教老师陪这个囡仔去环游世界，为了将来要开伊的眼界，互伊倒来接伊的阿公、伊的爸爸的事业。咱人拢知，咱拢捌食过因兜的做的，叫做鹰牌的炼乳，有无？那食串冰的时阵，上好的是啥？鹰牌炼乳，佫加2粒红豆啊，红豆啊，甜甜的红豆啊。迄就是因兜的啊！这个少年囡仔，伊有一个信仰的家族，毋是好业，是一生的骄傲。这个人少年的时阵都有一个足特别的特质，伊感觉人生中间毋是干那正清用。伫迄个环游世界的过程中间，伊看见宋乡人，伊看见全世界极水。伊本身是芝加哥的人，芝加哥是伫美国中间一个真要紧的工业重工业的地点，所以知影人生中间毋是干那安尼尔。伊的妈妈送伊一份的生日礼物，就是一本圣经。伊伫这本圣经掀开的时阵，伊写一句毫无保留，伊的意思对遐开始。后来这本圣经伊写3句话，但是我甲咱分享，伊所讲3句话。这人一生只有25年，
后来伊死伫埃及，可能是疟疾迄种的热带疾病，后来发烧，后来伊死伫伊的旅程。伊的妈妈甲伊看伊所留落来的物件，伊妈妈才发现讲，伊过去送伊的圣经中间，伊加留2句话。咱来看伊所留的话是啥？伊讲：我一生要做有价值的代志，完全无保留 ，no reserve。我要勇敢向前行，我的人生永远无回头 ，no retreat。第三，虽然破病，我的人生要少年，没有建立庞大的企业版图，但是毫无遗憾。兄弟姊妹，人的生命会使安尼。人的生命毋是用钱来量，人的生命嘛毋是用血寿来量。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有这种的高度，会通甲你的囡仔讲这3句话？兄弟姊妹，咱拢插平平啦。咱毋是上帝，咱毋是耶稣的话，有甚物人会通这样有智慧？雄心壮志，讲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兄弟姊妹。愿上帝赏赐一个无怨无悔的人生，一个智慧的保罗讲：当你若用耶稣的心做心，你就找到真正有价值、宝贝的话。保罗伫拄则讲：将我看做荣华富贵，看做宝贝，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的缘故，我的目睭伫咧拍开，我前亲就青迷人。但是耶稣伫大马色的路上开我的目睭，互我一个完全全然新的视野。伊将一个新的智慧的心放伫我的内面。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的意思，就是将一份有尊贵、有价值、有智慧的事放伫你的思想的内底，你的情绪的内底。就亲像拄则一个威廉·波顿伊所讲的话，毫无保留，永不回头。毫无遗憾，兄弟姊妹，咱也爱咱的囡仔好，咱也有充足、开阔的心，甲真实的智慧，是吗？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会通帮助每一个囡仔，拢听得懂神的话语。这是今仔日的礼拜，有一个牧师，我甲恁分享过，伊的名叫做 John Stott。伊是伫英国伦敦足出名的一个牧师。伊咧讲起基督徒需要有智慧，迄个智慧叫做死神观念。基督徒需要伫即个世间有主张，因为伫人生中间，咱会拄着无共款的挑战，无共款的主张想法，不是青梅对青梅，一身盲从对人行。伊讲基督徒爱伫公共事务顶悬有主张。毋是干那听人鼻仔讲咧，世界行。伊咧讲的死神观点，其实就是英语叫做 Christ 基督的观点。兄弟姊妹，咱伫教会出入，受训练、受栽培、受教师、读圣经，目的是为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人生观。无健康的人生观，真困难有幸福的人生。求天父上帝帮助。伊咧讲起即个死神的智慧，就亲像日出的光。伊若照伫人的内面，人的内面自然都有活命的主张，人就活出来一种有主张的生命。这就是保罗所讲，亲像真实的光，将生命的道来表现出来。求天父上帝帮助。也在咱的教会咧主张啥？兄弟姊妹。我若有感动，我从来毋捌点点无对恁讲，因为我不爱做一个沉默的牧师。那我若是做一个沉默的牧师，我就毋是恁真正的帮助者。但是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牧师所讲的话，恁敢有感觉是有参考的价值？兄弟姊妹，恁做一想，咱教会捌3个阶段的主张，其实。咱无拄拄同意，咱就向前行。我来到教会第一个主张就是，我要将我的时间放伫
兄弟姊妹的生命的栽培，较赢过办幼稚园。咱的教会伫阮来了后，伫阮的手中，迄个天人幼稚园的时间暂停。有外交甲牧师讲，牧师啊，安那你将来你要食啥物？这等教会遮尔细间的教会，幼稚园若停起来了后，要安怎互恁生活费？我的想法毋是迄，我的想法我一日来用3点半钟开幼稚园的车，我到暗时敢要有体力通带早经班。但牧师若伫幼稚园中间兼主任，将这个主任的社礼薪水省起来，互伊将对幼稚园所存的钱，摕互牧师做生活费，这不是上上之策。因为上好的方法就是投资伫生命。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去教育馆的时阵，咱要戆戆共讲，我无爱共募款，恁会记无？是讲吗？兄弟姊妹，其实这就是价值的主张啦。有可能咱当时的想法拢无共款，但是当咱的教会将所有的工程款行了的时阵，手结长老对心来讲，主啊，阮心来欢喜，阮尽阮家己的本分来完成这个工程。兄弟姊妹，咱的教会需要注重什么？人多吗？好验吗？起大楼吗？还是人人幸福？伫上帝话顶悬，得到有价值的人生。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开咱的目睭，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兄弟姊妹，你若愿意，无论你是毋是真正咱的教会正式的会员，拢欢迎你留落来。因为这等教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伫教会若出入2摆，恁拢就是这个家庭的亲人，无一定是正会员，但是你就是这间家庭的一份子。第1摆来是人客，第2摆就是家己的人。你若愿意伫这个教会做家己的人，欢迎你留落来。你毋是听报告，你是参与祈祷，伫会员大会中间，为着新的一年来做计划。咱要问耶稣讲：耶稣，你爱互这间教会，成做什么种的教会？这种教会是什么种的教会？毋是但牧师、曾牧师说了算。阮虽然检查是有主张，但是毋是我甲但牧师讲的准绳，是咱的上帝讲准绳，敢是？耶稣说了就算。所以兄弟姊妹，陪牧师祈祷，陪教会祈祷。咱来问，主耶稣，你爱这人教会，成做什么种的教会？耶稣讲，我所做的，你嘛要做，恁同意吗？这人教会毋免烦恼讲要做什么。2000年前的耶稣疼惜遐个患病的人，2000年前的耶稣照顾遐个青霉的人，2000年前的耶稣照顾遐个身心障碍者。伊讲，这个人患病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名。总算讲，我若无成做小儿麻痹的人，我都无机会进捌喜乐阿嬷。兄弟姊妹，这是耶稣的做法。你愿意代替耶稣参与这间教会的事工吗？耶稣讲：求什么？求上帝天顶的国度，甲伊所有一切良善。这就是伊所讲，求天国跟求上帝的义。教会爱活出耶稣基督的良善，互人知影基督教甲其他的宗教不同款。我们不是看清别人，而是打从心里面知道，上帝所有咱的生命不同款啦。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回到英哲校长，我甲伊最后
所讲的话，我感觉当恁甲我互我知影伊破病时，我要去看伊，我知影刻不容缓有一句话就是，我若无甲因做校长讲，我倒毋是真正听伊的牧师。恁会记得我甲校长讲，校长，我甲你行洗礼好无？恁会记得？我相信上帝通过恁的思考，恁代替校长甲牧师讲，请你帮助阮，这是祝福。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智慧福气，放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互所有兄弟姊妹，咱领受上帝所有一切良善的生命，真善美、美丽的生命，互咱的人生活出迄个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教会本身就亲像一张被，写互得当人。虽然咱目前教会伫得当的人口，也个是少数的少数，咱伫遐听候，咱得当的厝边，因也愿意，咱的教会将这个祝福甲因讲，这就是今仔日的礼拜。咱伫上帝面前甲主祷讲，主啊，求你互得当教会门若拍开，人就受欢迎。主啊，这间教会的门若拍开，主求你将你的祝福放伫阮的社区，甲得当人。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咱同心来祈祷。主，阮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读到你是教会的主，你是教会的头。你的性命设立这间教会，愿伫你的面前同心做礼拜，愿恭敬这间教会交行伫你的手中，求主你施恩赐福掌管，互这间教会有圣神的气力，所讲的话会当帮助人，所发出的祈祷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阮同在，愿咱的恳求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
即时请咱三个来吟圣诗，应答上帝的听。圣诗305首，我活是为基督。请起立吟全首。我活是为基督，是着你的护护。我的心望主的国，做你心中路步。无论你会本事，也是尊贵妇女，拢献予主做你器具，做主路用久久。无论困苦也无，也是忧闷烦恼，也为着主尽力传播，也生死志拢无。为主陪心意家，好那真情无体，心中欢喜拢无放下，为主拼命到尾。阿门。下这请坐，即时请咱三个准备心来奉献。这请坐，平安礼请陈牧师。咱真欢喜尹泽校长全家今仔日伫咱中间代替尹泽校长来甲咱说多谢啦吼。咱请咱继续为着
校长夫人甲因所有的亲人来带导，愿上帝祝福游子老师、地官兄恁全家上帝祝福恁。第二，咱今日有真欢喜守正对加拿大倒来个启恩嘛好足大汉啊真欢喜看到恁对温哥华倒来真欢喜。佫有真欢喜的代志，就是属因这本地需要开刀上部讲有迄个节去要住院，要开始准备开刀。伫开刀前的一天，医生佫甲伊做手术前的即个照射，医生讲开无去啊！上帝怜悯恩典啦，免问讲啥开无去啊！会当无去，这是项好代志。上帝细人兄嘛共款细人兄是顶礼办恁2礼拜上帝照顾咱其他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毋是用这种方式，好像变魔术一样，信仰毋是安尼，伫顺境逆境，上帝拢真做咱的倚靠上帝祝福咱有喜事，咱感谢上帝有困难，咱甲上帝祷告，主啊，求你怜悯帮助对恁的行兄，对恁的看路伫祈祷中间看见上帝的恩典，对心内感谢上帝伟大的作为上帝甲咱三角伫地，咱用下面这条诗歌来亲近咱的主耶稣愿主耶稣成做咱最大的倚靠，伊会听丰富咱的生命。咱用这条诗歌互相祝福，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叫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你进入光明国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当阮吟这条诗歌的时候，阮就想到100岁的阿嬷，伊真爱这条诗歌。所以说，当阮吟这条诗歌的时候，阮就想到阮身边拄着艰难的兄弟姊妹。这条诗歌是阮心中的祈祷。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听放伫因的心头，互因的看路得到安慰。主，求你将你的手放伫因的身上，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通进入上帝平安的国度。主，无论是身躯欠安的人，无论是心灵有焦虑、有苦毒，或者伫工作顶悬有重担、有欠缺，主耶稣，求你听阮的恳求，互阮伫你的国度，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主照阮的需要，施到你的怜悯。愿你会听真做阮的教会家庭的特色，人进入阮的厝，人进入教会，因就感受到上帝会听伫这个所在。全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离婚到来，咱来请生日的人，咱来头前，咱来为生日的人。主，当阮生日的时，阮需要祝福，阮会来到你的圣殿，伫你的面前，将阮生命的杯来交伫你的手中。愿恳求你今晚赐阮伊的圣灵杯，互伊福杯完成。
阮有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阮恳求主你施阮祝福。哦，即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因为主你施阮做情，来得到上帝你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神，赏赐智慧，互因诚做有智慧的人，会通管理因的时间，管理因的家庭，管理因的工作。祝福因带着即个智慧来结出有价值的果子。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咱请来报告好事即时我来报告，请咱做来看周报。顶周聚会出席81人，现金8670块；主流出席10人，现金410块；祈祷会出席6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青少年团契礼拜下晡1点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线上。圣港服侍下礼拜私会请陈忠胜长老，领事请郭玲姊妹，司琴请刘一鸣兄弟，书献交代我本人甲陈美秀执事，爱参备班请姚来丽姊妹。新眼光读经表，请咱照这顺序落去领收。集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是本年度的会员和会，咱大个礼拜结束来进行。第二，1月2日下晡2点半召开区会，地点伫元岛教会，请牧师甲代志长老出席。第三，1月28下晡教会年终的大清扫，请大家做伙来服侍。第四，请为主日学甲青少年团契2月初1甲初3当柜圣经营来祈祷。第五，2月初4有韩国光圣教会主日学师生18名前来甲咱亲睦礼拜，请代祷。第六，请为着生日的人来代祷。詹秀曼、陈品龙甲姚丽芬姊妹。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然后出入请过节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代祷；第二，为着心情欠安的洪玉基、庄严、詹达、庄仁举、黄宏仁、丹硕，以及为着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第四，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五，为着姊妹教会代祷、富林教会、积极教会以及德克达的教会，请为着以上来代祷。以上，请咱即时要来吟上英圣诗510首，俄罗上帝至关至尊，请起立吟全首，吟诗带请陈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每一人三甲地底，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
坐，默祷闭会。接下来，咱要来开会。